政治消息来看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，佮透过通发司收政治现金。检调昨起通发司超甲主持释放地带转去问过，嘛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下晡会开庭审理。那民进党嘛开会讨论，要甲林岱华立案调查。里长甲支持者发声援的口号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牵涉诈领助理费去互调查，佮逼出人武通发司有部分可疑的金流，那像是甲林岱华政治现金案有关系。相关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。林园区部分的里长甲支持者20日早起是徛出来甲声援。委员的评审真正达到了，真正人民会当考验、会当检验的。这10几年来，伫地方者的服务。会争取咱对伊非常的肯定啊。通发司的主持由调查局的人员介入，移送高雄地检署复审。因为通发司甲林家，也有林岱华过身的老爸基金会往来真密切，检方哪像是掌握到新的事情。第二届去朝通发司，甲主持释放地带转去审问，27号早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讯问涉案相关人员后，认为洪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，于今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通发司主持的羁押庭27下晡的审理，唔但检调有动作，民进党廉政会26暗时嘛开会讨论林岱华诈领助理费等等的案件，会后决议立案调查。现在检调的动作还是蛮大的啦，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密切的注意。许俊干表示，开会时甲林岱华诈领助理费、甲通发司不法金流这两个案件做伙讨论，目前也未清楚，会请林岱华来说明互清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